啊，娶一个新妇才会斗3工吼，啊，你毋是拄啊好，对毋对？哦，无咯，这嘛是拄啊，阮明华本人同意较好啦。我看安尼啦，啊，无你伤甲囥的，伊转来我再甲问看。安尼哦。明华，你转来拄啊好，阿姨替你找一个袂歹的对象，你看卖啊？阿姨，歹势啊，我即马人有大把天，我想要先礼拜休困，歹势。安尼哦。对，歹势啦！啊，阮明华伊事业真是足无用的。听讲明华真正决心袂娶。啊，你明明就知影你啥时候不爱娶，我去考考闹落去。莫去甲冤家啦！啊，袂啦。多少？但是上身的代志，就莫搁讲啊。你真正为着求我，一世人袂错。我若是要结婚，对象一定爱是像我啦。啊，你要安怎？咱敢真正抱孙无望啊？求我啦！学你说我送，恁找我啥物代志啊？哦，我就是想讲，要来甲你认识的啦。是安怎要甲我合适嘞？进前明华介意你，啊，阮来甲你讲一寡实个话。无啦，顶讲的拢对啊。真实的哦。当然嘛是假实的。我也是做人阿母的，恁的心情哦，我会当了解。做爸母疼囝，当然是替囡仔哦做上好的打算嘛。是啊，是讲，唔知影你即马对明华是啥物感觉？就是一个好朋友啊。安尼尔尔。伊一直对我的2个囡仔真好，真照顾。我真感谢伊。当初我确实是袂当接受一个有囡仔的查某人来做阮的新妇啦，所以我才去甲你讲遐有诶无诶话。但是明华哦，煞因为你的关系哦，甲单也阁无想要娶啦。后来我家己想想诶，有囡仔嘛不要紧啦。假使讲即马，你对阮明华若是还有迄个意思哦，我是足想讲你来做阮的新妇啦。是啦，是啦。我敢若甲伊当做朋友，无想遐济啦。呀，毋过明华到即马搁伊伫等你，伊连相亲都毋肯去，伊拢30万呢，安尼拖落去嘛毋是办法。无安尼啦，我替恁去甲考劝。迄唔通哦。唔通，万一伊搁想讲阮来甲你讲啥就麻烦啦。啊，阮今日来找你的代志，嘛唔通互伊知影。是讲，甲明华的代志，麻烦你搁想看卖。好啦，我搁要去菜市仔买菜咧。无咱想要走啦。像我啦，
我阁真诚恳，甲你讲几句话。几年前，阿红甲美惠叫阮阿公阿嬷叫甲真好，阮拢毋知影通珍惜。但是，请你相信阮，只要你阁互阮一摆机会，咱一定是一个真美满的家庭。就敢若亲像阮厝，甲恁一点仔血缘都无，嘛是甲恁遮尔亲啊！